来看哪了？嘿，走吧，走。嗨，我们是开课 Ready Go。明天会在游乐园摆摊开课 Ready Go。这边。嗨，老板。Today we're at the night market because we are sharing our program at the night market. 我们节目叫做开课 Ready Go。我们是一个客家跟英文进行的一个互动节目。明天会在游乐园摆摊。所以呢，我们今天来亚斯的现场，就是希望明天开课 Ready Go 摆摊能够顺利成功，很多人来。你明天可以来吗？会。那你可以帮我们念一下我们节目的名称吗？开课 Ready Go。呜呼耶！旁边的姐姐你也要来哦。好耶！我们往下一排，谢谢。完美的挑战自己啦！这个Ready Go希望大家可以稍微搜寻一下，好不好？找一下。手机等一下立刻拿出来加入我们。好，等一下我们马上直接上去搜寻一下。是好。同学，明天会在游乐园摆摊，所以今天we're sharing the program in the night market。我们来亚斯的现场节目。你们平常有在用 Facebook 或者是 IG 吗？可以帮我们按个赞吗？搜寻一下海口 Ready Go， 加入我们 OK 吗？前方的美女，前方的帅哥，好，我们就是开课 Ready Go。没有错，我们今天来亚斯的现场 and 节目，所以呢，我们要邀请你。你有用 IG 或者是 Facebook 吗？有啊。哦，都看你拿手机了，来帮我们加一下吧。好啊，可以。嗨，大家好，我是 Haka Ready Go。我们现在在东大门夜市，We are sharing the program in the night market。来亚斯的现场节目，对，所以呢，明天记得不见不散。去亚斯的现场节目很好搞哦。对啊 ，We share our program in the night market， 希望会有很多人来。会的，我们赶快把拍好的影片上传上去吧。